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某日抗总统就职，美国总统拜登经特别助理的带团参加典礼，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前国务卿蓬佩奥拢会来。新北一个国中生和同学敲洗巴头，落尾伊是举美工刀出来，甲同学会着，害人着伤。去年一只乌熊仔囝踏着山低调，国不将锯断脚骨，经过7个月治疗，林业署今仔日甲伊放倒去山拿。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准总统赖清德，后礼拜一5日就要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带团名单，即阵嘛公布啊，由拜登的前特别助理带团名单内底，伫小布什任内的副国务卿有阿米塔吉，阁有 AIT 的主席。另外，Trump 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伊嘛讲会来台湾参加5日的就职典礼。未来新政府会持续投入更多的资源，坚定打击诈骗，强化社会安全，以维护社会治安。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打击诈骗是未来施政的重点。赖清德5日就职总统，美国总统拜登指派参加典礼名单，由伊的前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主任迪斯带队，成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有 AIT 前主席布瑞泽、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甲厝长孙晓雅，向总统赖清德恭贺以外，嘛要传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The United States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 of all of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as well as furthering our long-standi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我们这个民主的相关的进程也受到各国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外宾访团都来参加。美国特别提起派遣由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台湾符合一中政策，嘛依照往例，北京来做选择用军事施加压力，也是胁迫台湾做回应，是挑战的行为。另外，前美国总统川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对外表示，伊愿来出席，对这样代志外交部回应拢有掌握到，会伫适当的时间说明。访团的这个成员来看，我觉得规格是跟过去是相当的，是持平的哈。他的政策立场非常的清晰，那也非常的鲜明，也是注重是持续性。学者分析，这届美方跨党派代表团规格甲以往同款，像2016年蔡总统第一任期就职的时阵，是由前卫的代表柯带团访台；2008年马前总统的第一任期，由前白宫幕僚长卡德带队。李台中指出，显示美方的立场都是希望维持现状，提醒中国莫徛空扰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主持任内上尾一届的行政院会，带内阁总辞到19任期结束进前，都未阁处理重大政策啊。另外，前经济部长郭智辉伊讲，核能是清气的能源，引起讨论。未来这能源的政策敢会转去拍核电呢？经济部是强调讲，废核家园的目标未改变。5日抗战前，行政院长陈建仁甲各员做伙比战，伫行政院长大楼迄毕业上，16行政院会通过内阁总辞案，送请总统蔡英文批准。到19任期结束前，内阁未阁核定重大政策，敢若处理例行性、商务性的事务。各部会在既有的施政成果上，会努力来继续精进，并妥为传承交接，让政府的施政无缝接轨。台中市长罗秀燕笑笑的第二尾仔坐车离开，陈建仁入来最后一届行政院会，六都首长跟罗秀燕上北出席，强调向单内阁说谢，协助台中推萨轨道建设发展中心2期。不过，前经济部长郭智辉讲到核能是清气的能源，佮表示核电由多数人同意做决定。前环境部长彭启明也讲，爱全面同意才有可能延役核电厂。新政府是不是检视调整能源政策，外界拢在关心。最近的风向很像有一点点，大家很像比较支持核能。一定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要取得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赞同，我们才能够走下去。经济部补充说明，政府对恢复工园的目标，也个发展绿能的努力拢无变。5日抗要到对华加强对台打压。中国国台办各点名制裁外台湾政治评论名嘴。伫要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不利两岸发展的做法，会伤害双方的季节，不利于两岸发展，而且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
任何做法，我想是伤害了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想这些做法在台湾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丁文灿表示，希望对话一旦坚持互相尊重、善意对等，这才是两岸交流的大方向。5日控了后，两岸关系会安怎变化，各界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党团协商达成共识，5月底就要邀请准行政院长杜英泰来立法院做施政报告。若总统的部分是要随问随应，还是要统一回答，目前是还无结论。另外，为着要让国会改革法案伫5日控进前三读通过，若被两党硬案要伫立法院过暝，明仔载议会摆案想要抢头香。国民党立委伫议场门口是大步旁在排队，为着变国会改革5法伫5日控进前会当顺利三读，15是发动轮值修业，希望会当抢到17议会摆案的头香。民进党立委嘛加入轮班，党团副总调黄珊珊搁去现场探班。民进党团无排都提出大家拢登记发言的战术，听证调查以及不得藐视国会等等，这些都是过去民进党再三跟人民要求他不会做到的事。就是强行要在520新任总统、新任阁揆就职就任之前，来给国会扩权，全面的强行碾压。国民党团总调报空机讲，16暗时8点会公布所有条文，17若被党团做伙提案。另外16个条约协商，准行政院长杜英泰施政报告的日期已经达成共识。31会邀请杜英泰施政报告，不过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条约对通问通答，还是一问一答，同款是无结论，爱等后一摆来协商。一个政党完毕就回答，一个政党完毕就只有3次回答的机会，这就是变相的即问即答，取代赖清德总统来帮他做决定。柯总统权力有这么大，我们也尊重啦。看到高铁华东快建设特别条例草案1个月协商冷冻期已经到期，条约是搁一摆互相呛声。外界民讲立法院推动特别条例，袂当要求行政院来编预算。重大交通建设应该是行政权来发动。不过，充满应当去讲2005年有40个立委做伙提案上门水库的整治特别条例，并不是行政部门提案的。迄当阵民进都有参加，这个郭建明相当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南海太平岛伫今年完成码头的整修，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拜六就要带南北立委上岛慰问官兵。因为南海情势较复杂，民进党批评讲，即阵带团去是无事假事。若前太平岛的指挥官李景琦已认为讲，立委上岛宣示主权是台湾向国际发声的好机会。太平岛伫南海重要的航道，有关键的战略地理位置。政府开17亿，今年完成码头的整修。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会带领国民党、甲民众党几个立委去太平岛考察，慰问当地官兵。按算17会去屏东待一暝，10月透早搭运输机飞去太平岛。除了伫个南疆所约国比头前翕相，嘛视导战备操演，视察新起的码头，下晡才等来屏东基地。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那也不可能引起任何的纷争，因为既然我们认为是我们的领土，其他的大家有意见的，我觉得这更可以激发我们应该要明确的表态，大家才不会去忽略掉我们的生所的权益。南北立委做伙去太平岛，国内出现无同的议论，另洋指控讲因是麻烦的制造者。马文君批回讲，蔡政府长久以来无咧要以南海政策。透过考察向国际宣示台湾有太平岛的主权，也让民进党李坤城讲，这个举动恐怕会引发负面国际效应。有民间团体质疑讲，南亚立委甲中国是来新通外规，杜绝蓝白立委跟中国合作，用你的纳税钱在台湾帮中国工作，把台湾拉进中国。目前南海情势紧张，菲律宾最近动员8外架民间的船去南海的黄岩岛宣示主权，中国警告会反制。美中嘛伫南海持续竞争，不过前太平岛指挥官李景琦认为讲，这颠倒予台湾突破的机会，向国际来发声。不管是印太地区，或是中美其他等等的国家，都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保卫南沙太平岛的决心。你发现到说各国比我们的动作要大的很多，那么我们是做的太少了，而是不是做的更多。台湾在这一块是慢慢的被边缘化，我们几乎看不到
包括在南海这个整个主权争议的过程里面，或者说国际仲裁的期间，我们都很少发出声音。南海互国际看作是火药库之一，学者分析，台湾低调处理南海政策，提出台湾在南海的议题，最近这几年方便演化，应该重新调整，使用太平岛的优势，甲区域国家建立安全的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主权的议题，日本的自民党甲维新会拢总5个国会议员4月底上钓鱼台，不过中国海警船煞逼我来要挡。这是2013年以来日本的国会议员头一届去钓鱼台。中国批评日本的起无空，不过日本迄边强调拥有钓鱼台主权。日本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甲自民党、维新党等等5名国会议员，别4月27去沖縄，甲在地调查团访问钓鱼台历史，而且利用无人机视察岛屿甲附近的区域。所在定调岛屿时阵，拄到中国海警船想要接近阻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马上介入，阻止中国海警船。非常に緊迫した状況にある現実を日本の国会議員は実際に見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した。その上で、海上保安庁の活動を法的にも予算も支援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对此，中国外交部捌伫4月20日回应，指控日本领导是咧呛声中国，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会采取措施，坚持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嘛敦促日本遵守中日4点原则共识。停止呛声也是一方面升级事态的做法。中国甲台湾拢主张有钓鱼台的主权，兼顾日本伫2012年9月11正式甲钓鱼台国有化。4月27嘛是日本国会议员伫2013年了后，搁一摆访问钓鱼台历史，对中国的阻挡，日本议員搁一擺重申日本是有钓魚台歷史的主權立場。尖閣諸島は歴史的にも国際法的にも我が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り、領土問題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のが政府の立場です。日本国会议员这届领导是针对钓鱼台历史的特有生物甲生态做调查研究。自民党参议员单田宏表示，92当前坐渔船并了调查相比，暂时中国海警船会逼近日本调查团的渔船。另外，对于中国海警船会当侵入日本的领海，单田宏认为，日本政府应该爱甲伫钓鱼台实际定期进行管理维护，而且实施对钓鱼台周围海域的资源调查，看作是国家暂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国际新闻台是董炳佑。来看国内航园又搁发生亚比江刀仔攻击案件。新北市一个读高中2年的学生考试考了袂歹，同学煞甲口洗甲扒头。这个学生落尾是亚比江刀仔出来，煞甲同学划着伤，害人规支手流血流滴。去年底，新北土城才发生校园挂暗棍案，造成一个查甫学生死亡。无记过新北市一间高中，16早起一个国二男学生因为考试考了袂歹，颠倒互其他的学生囡仔用话夹击，也有人动手杀伊的头。这个查甫同学一时生气，摕米工刀防身，无记过划伤一个围看同学的倒手骨，当场血流真多。就是同学不小心用美工刀割到一名同学的手背，这样。目前当下我们就是紧急将学生送到健康中心，也紧急联络医院，由校护陪同到医院就医。目前都是很稳定的状况。案发了后，学校有紧急通报，受伤的学生囡仔伫护士等人的陪伴送医急救，后甲再意识清醒，互医师填伤口甲治疗。警方缉捕了后，对案发经过做了解，学校嘛通知双方家属来学校协助处理，双方互相留电话，伤者家属要看详细情况，再决定是不是提告。是学校通知我们了，他们是先等双方家属跟学校那边先沟通这样，那我们只是等他们如果有要走刑事部分要提告什么，我们再依少事法来处理。学校第一时间嘛启动安心辅导，案发了后班级上课正常，因为搁再发生这种校园案件，引起教育单位高度重视。新北市教育局是讲，对于代志发生的确实原因，学校要进一步查清楚，搁启动学校的辅导措施，确保班级学生囡仔会当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新北中和有一个单亲妈妈，那像是食酒食毒了后，用枕头甲因2个囡仔挟死，已经互收押禁见。那这对家弟仔的尸体小验认定是无愧死亡，不过家属怀疑讲囡仔在生的时，妈妈有饲因食毒，检警目前搁在调查。全庭甲民往例，真悲伤处理囡仔的后事。过几日天，心内也是无法度放下。新北市中和一对家弟仔，伫汽车旅馆死亡，16做遗体解剖，
死者因阿姑甲客母，还有几个亲人拢有去到现场。有没有怀疑过可能小朋友被喂？虽然是真唔甘，嘛是都爱配合解剖。一对遮弟仔，一个9岁，一个6岁，遮尔细汉都哪像去互因老母翕死。15伤验了后，初步认定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度喘气。不过，伫案件发生进前，嘛有人诈骗去因家拜访，家属嘛咧怀疑讲，这些物件可能有掺毒品。这对遮弟仔在生的时阵，敢是有人甲饲毒，或者是放饲药啊？敢有其他共犯？专案的疑点要等检警来厘清。苏姓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第112条第1项前段有羁押之必要。是很爱他们吗？怎么可以狠心下得了手？这对家底下因老母去犯意认定犯重罪，犯罪嫌疑重大，而且因为有逃亡、串证的记录等等的理由，遭到裁定羁押禁见。因老母的朋友甲因朋友的前翁是去检方来做是证人请回。他们的开销就已经很拘谨了，对，所以这些丧葬费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全程就是免费帮这2位小姐弟，让他们就是安心的走完最后一程。会配合家属需求，提供悲伤辅导以及丧葬协助。那新北市社会局后续会持续协助。这个殡葬业者，伊嘛是这对家底下的厝边，后事伊嘛斗3工，希望家属会当早日行出失去亲人的悲痛。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乌熊仔囝去年踏着山猪条锯断脚骨，经过7个月治疗，目前是已经恢复健康啊。林律师甲伊放转去山拿。不过最近一档通报台湾乌熊着伤死亡的案件，大部分拢是人类拍打引起的。乌熊保育协会就呼吁政府爱加强推广改良式的山猪条，避免乌熊搁再受伤。来，大家叫，来把它拍走。林业署人员拍开档啊，野放一回的细只乌熊日漫，佮用无杀伤力的管理秤制造高分贝声响，互伊尽量离开人群。去年10月，伫苗栗县太安乡的大安部落，走入去私有公园几点的日漫，去互吐扫塑掉的，地书前骹锯掉。经过7个月疗养，已经会当活动甲爬悬，16早起顺利放转去山内。把他救回来之后，历经7个月的这个专业的一个照养，那发现他其实恢复的情形非常的好，那体重也从29公斤恢复到40公斤，那对人也有保持高度的警戒，是非常符合野放的一个标准，所以在今天上午我们就把它野放。花莲县倒溪乡有一只成年熊刚打鼓阿里，去年7月去互吐扫塑条的刷锯骹，11月野放了后，今年3月搁第2届去互断掉，外界烦恼日漫的未来。台湾乌熊保育协会表示，为2023年开始到即嘛，通报救伤甲死亡案件的统计拢总13件，其中11件拢甲人为拍来活动有关。虽然农业部积极伫推动改良蜡具，毋过部落甲农民换发人数也是上少，主要是无信任政府蜡具是命济。目前山林里对于这种套索陷阱，然后对黑熊的是造成目前黑熊，那就是史上最主要的原因。改良式陷阱本身这个利益是良好的，只可惜目前等于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可是愿意来犯法的人还太少。乌熊保育协会建议，虽然政府讲主动通报乌熊调掉都未追究责任，不过也是需要尽量说明，才会当有效推广改良式的蜡具。林苗署是讲，日漫有配卫星发布暗库，随时会当追踪动向，并且甲当地土山部落宣传，协助生态地巡视意图不明的蜡具，共同营造人甲熊共同斗阵的友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中欧和东欧交界国家斯洛伐因的总理用电线断骨枪送病院手术，暂时是无性命危险。根据调查，这开枪的凶手是一个71岁作家，伊要批评政府，佮谴责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不过因为政府的立场是较我罗西亚的，所以政府是怀疑这场攻击是政治操作。枪声一声接一声，维安人员是随从过去压制开枪的查甫人。15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去中部的城市汉德洛瓦参加一场政府的会议，离开的时阵，伫场外，互一个查甫人连续开5枪，伊身躯顶是至少2个所在着枪，其中一粒枪只是弹穿伊的胃，随着紧急送病院。经过几点钟的手术，即卖已经无性命危险啊。A už jsme takto načiahli, tak sme ho pozdravili a v tom momente niečo, ako doslova delobuch, keď vstúpite na delobuchy, mi to prišlo, šok, čo sa deje, a jak som ho videla padnúť, tak mi došlo, že to asi nie je.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开枪的71岁查甫人辛图拉，家己讲是一个作家，伊捌公开发表批评废课的言论，佮谴责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但是媒体嘛指出讲，辛图拉捌和亲罗的民兵组织有联络。斯洛伐克亲罗派的政府是讲，这是一件有明显政治动机的政治攻击，而且甲事件是怪乎各大自由派媒体在制作对立。A my tu stojíme pomaly pred prahom občianskej vojny, pretože také nenávistné komentáre sú dnes na sociálnych sieťach. Preto ja prosím, prestaňme s tým okamžite. 洪认为讲是支持民粹主义的废科，在去年9月大选了后是第4摆担任总理，了后就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讲要阻挡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佫计划要废除公共媒体，管制言论自由，是引起反对派抗议，去伫街仔路的示威，造成斯洛伐克的社会是严重分裂对立。针对这摆的事件，各国嘛拢出声来谴责。美国大使馆讲会随时提供斯洛伐克协助。罗西亚总统普京是讲，这种天大的罪行是无道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同款谴责暴力，嘛祝福废课会当较早康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歌曲《愿英讲归香港》，去互香港法院认定会煽动国家分裂，法院是宣布禁令，要求 YouTube 袂使放送。台湾香港协会表示，以后若违反香港版国安法的资讯，拢会封禁。亲像中国这款侵害民主的行动，未来伫咧各种网络平台拢有可能会发生。愿英讲归香港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歌。香港法院伫5月初8针对这条歌颁禁令，认为伊会煽动国家分裂，要求 YouTube 禁止放送。YouTube 第10时表示会遵守法律，32个相关影片拢禁止伫香港放。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台师大学者表示，这条歌对示威者来讲是团结意志、反抗威权的歌曲，但禁调对香港来讲，唔那是对自由的伤害，嘛是对民主的伤害。特别是这首歌，伊的象征意义是真大的，所以我感觉这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来讲，也是因为原本的这个民主的一个性格来讲，我感觉是真悲观的一个影响。另外，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表示，这届敢若是禁一条歌尔，但是以后会违反中国国安法的资讯，恐惊嘛拢会封禁止。这对香港吸收外部资讯来讲是有真不利的影响，甚至嘛有可能会变作更加进一步的思想言论的自我审查。不只是对于这首歌，而是任何他认为说反共的，或者抗中的，或者说跟台湾跟中国关系有关的，觉得这个是分裂国家，绝对可以按照香港的那个国安法说这个是跟分裂国家有关。我觉得未来这个把集权推往极致的时候的一个阶段，就是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当一个小警钟。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认为，这种代志嘛是中国跨境对民主国家施压的行动，未来嘛真有可能会伫 Facebook、IG、X 等等各大网络平台发生。希望国际严肃看待这件代志。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伫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蒙娜丽莎》是通人知，毋但蒙娜丽莎笑容，就连这幅图画的背景伫倒位，嘛是后代定定咧讨论的。即阵，就有专家提出上新的讲法。讲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就伫咧意大利北部一个号做莱克的小镇。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客满的参观人群，差不多拢是要来看达文西的名画《蒙娜丽莎》。伫达文西过身500多年后的即马，各种仿的艺术作品，甚至加入现代动画科技的表现方式，嘛做甲敢若山。啊，毋过也有热爱历史考证的各方专家，探讨达文西这幅画作的所讲地点。意大利的历史学者，捌伫2023年讲有找到画作的所在，就是伫意大利中部的泰拉里纳。理由是背景有画到下过阿尔诺河的桥半圆形的桥坑，都是因辨认的根据。啊，毋过意大利的地理甲艺术史研究者皮佐卢说，伊认为重点毋是桥，是规幅画作所表现的地理景观。You could have a bridge or not have a bridg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nd in the other hypotheses, the geology was just incorrect. It was
just a bridge. It didn't have a lake behind it. It didn't have the geology. And so we find this limestone, and we can see that it has a very distinct weathering pattern. 批准卢梭指出，根据伊考证的结论，蒙娜丽莎伪造背景所在地应该是伫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一个叫做莱科的小城镇，也就是这段空隙画面的所在。英国的艺术品保存组织认为，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蒙娜丽莎这幅伪造的神秘感当然会较减少一寡。不过，对达文西一生会当有更较深入的了解，也算是一寡收获。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各座创水南重要的阶段，咱台湾头一个国家军务实验室伫咧高雄兴达港办动土的典礼。总统蔡英文嘛专工到南来主持。这间国家军务实验室已有2017年完工，要提升咱造船的技术甲人才。各座创水南也唔免搁挖靠国外资源。平安，动土顺利。由总统蔡英文主持国家军务实验室的动土典礼，16透早伫高雄兴达港举行，侪侪贵宾也到场参加。为2022年开始，国家海洋研究会是结合台湾4间的大学，成立军务试验国家队，伫兴达港来打造台湾头一座国家军务实验室。未来毋但是国家级别造船研究的机构，也是造船专业人才的培训基地。但国内虽然有4所大学设有船舶试验的水槽，但是都缺乏耐海性能、操纵性能及回旋臂等试验。而这座我们即将动土的这座实验室完工之后呢，将能补足这些不足。目前实验室规划2个水槽，除了模拟海洋的真实状况，测试船只效能，另外还会当进行水下载具的测试。实验室面积大约有13000平方公尺。国海研院长表示讲，实验室成立是对海洋国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步。未来国家船舶实验室的工作将以船舰的耐海性能试验、水下载具的操纵性能试验以及海中结构物水动力测试为主轴，将可以满足我们国安的自主需求。国家军务实验室开14亿外建地，按算2017年完工启用。政府推动创水港国内制造，未来实验室唔免搁挖靠国外资源，也通培训造船产业的人才，增加台湾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记者张一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访问日本发表演说，讲到4月花莲大地震，台北市是安怎利用智慧防灾。当家多位地事小弟百合子嘛学了台北市的应变能力。台北市府表示，即抓去日本有3项任务，要参加峰会，加深友谊，搁要行销台北。Last month, on April 3rd, Taiwan experienced a massive earthquake, measured magnitude of 7.2. 参加2024市长论坛，而且发表演说。台北市长蒋万安向40个以上的各国市长来分享台北伫地动应变、因应极端气候的韧性城市建设。尤其台湾经过0403大地震，台北市有72派厝是拢起超过30栋。研究指出，若伫台北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可能会有超过4900栋的厝倒去。蒋万安嘛强调岛警的重要性。At 7:58 a.m. during rush hour, I couldn't immediately access th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the EOC. But we didn't waste any time. Taipei ope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where there's the mayor, there is the EOC. Therefore, within 5 minutes, we all were mobilized. 小弟百合子嘛学到台北的地动应变，讲应对基层软体硬体整合真完善。台北市政府讲，透过回访日本的老朋友，强化台北的国际连接。小弟要伫2月访台，除了拜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統賴清德，唯一一個見面的縣市長就是蒋萬安。本日は台北市を訪れまして、蒋万安市長と、両都市の課題、そしてまた、対策などについて意見を交換をいたしました。
例えば防災分野での協力、これはもうすでに進んでおります。朱万南已经拜访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局和自民党的副总裁兼首相麻生太郎，嘛邀请麻生参加明年举办的湘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希望透过交流来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之间，捌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刷落来连续8档就拢无收到邀请，因为中国利用联合国的275号决议，阻挡台湾参加国际事务。国内就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建议政府应该爱先和友邦合作，宣传这个决议文正确的解读方式。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7开始伫瑞士举办，但是台湾自2016年开始就无参与过 WHA。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捌讲，因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275号决议，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也主张，275号并无决定台湾的定位。2758号决议 actually 其实只有讲。这个要把蒋氏政权逐出联合国体系，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但是并没有人处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代表性。大家听到2758没有去看内容，会以为说是联合国体系有一中原则。那这个一中原则又被扩成一中政策。基金会认为，因为中国错误解读275号决议文，致使侪国家、国际组织对台湾的定位有错误理解，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学者认为，咱来参友邦合作，向国际宣传正确的275号决议文解说方式。我们应该是要让他能够跟友邦开始去联系，去处理这个事情，先把它确认。也就他并没有处理掉台湾的跟联合国的互动关系，因此他应该比照于台湾是比照于非联合国。是非联合国，那也就是说确认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台湾愈来愈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咱家己原来做了袂歹啊。像台湾的表现不管伫晶片也好，伫公共卫生也好，原来世界一流的。除了透过台湾的友邦、理念相同的国家宣传275号决议的正确解读办法，基金会认为，台湾即马伫公共卫生、半导体这块领域伫国际上表现出色，咱也要继续以此为家己发声，让台湾伫国际上的声音愈来愈受重视。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陈小姐，今年2月29满60岁，伊要提早退休，申请劳保年金。不过劳保局煞甲讲，伊满65岁迄年，也就是2029年，因为迄年无2月29这天，所以倒头算今年3月初1才符合申请的资格，4月底才会当领到第一笔钱。等于讲，伊2月份的年金是领袂到啊。2月29出世的陈小姐，伫台中工业区的零件工厂做采工，今年满60岁啊，想要申请劳保的老年年金。42年的劳保年资，伊个逐个月会当领到2万元左右。今年2月，伊去劳保局台中市办事处申请，本来想讲3月底就会当领到第一笔年金。不过劳保局煞认定讲，伊爱3月初1才有符合60岁申请资格，也就是讲4月底才会当领到钱。等于讲2月1个月年金伊领袂到啊。陈小姐是化工无讲白。2024年2月29就已经满60岁，就是可以请领的。那年的这个系统，他们要去克服，不是由我们来去做那种救济的申请。陈小姐批评劳保局讲法直直变，先开始讲电脑系统无法度拍2024年2月29，爱改用3月初1来代替。后来佫发函予伊，爱伊申请劳保争议的事项审机。陈小姐主张讲，伊今年2月29就满60岁啊，2月申请，照理讲3月就会当领到年金。不过劳保局是强调讲，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陈小姐伫2029年才满65岁，因为迄当年无2月29这日，所以提早5年来清领，倒头算爱今年的3月初1才有符合资格。不过律师是认为讲，这款讲法是违反民法。民法那个124条其实有规定，那出生年龄的计算就是从出生那一天起算啊。今年又有2月29号，那今年陈小姐其实很明显就已经满60岁了，就已经符合这个请领的资格。那应该是没有道理再从5年后再反推过来。
那提前5年，就是从118年3月1号往前推5年的话，它符合的请领资格日期是113年的3月1号，所以它3月的时候才有符合那个请领资格。劳保局表示，依照内政部函示的规定，一切拢是依法行政。但小姐会伫4月底领到3月年金，这法律的见解含解说无共款，双方无共识。这也显示2月29出事的民众想要清零劳保的年金，会有认定的问题。记者尤敏芳、平焕群台中报道。咱台湾就要走向超高龄社会啊！根据调查，去年平均逐个月有6万的中高龄劳工咧找头路。有愈来愈侪餐厅甲企业要扩大招中高龄的新劳，这4年来嘛增加超过1倍。有公司特别改变工作系统，创造友善中高龄的上班环境。微微笑的阿姨，伊是连锁素食店的员工，当咧替人客送餐。伊今年53岁，伫素食餐厅食头路已经有1档。改变过去餐饮业拢是少年服务生为主的印象。即卖有愈来愈侪餐厅也是企业，拢真欢迎中高龄的员工。这位新劳表示，有会了后，感觉创业的工作压力伤大，互人请较轻松。餐厅的工作会当配合伊的生活，所以是选择来这移动就业。因为之前我是自己创业，就是上一个工作让我太累了，我想要就是可以，就是下班没有压力的地方，他的时间是可以跟我配合的。我习惯早睡早起。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去年平均每个月有6万名中高龄的人咧找头路，3年来是成长25%。另外，企业嘛愈来愈欢迎中高龄的新劳，提供的工课4年来增加1.66倍。中高龄的族群会使讲，这几年已经成做企业的新选择。最近几年，亲像便利超商、连锁素食店，拢开始重新设计上班的环境，亲像甲系统的仪来放大减轻物件的重量，利用新科技来配合中高龄员工的身体状况，建立友善的工作环境。那我们的中高龄的伙伴已经占到15%哦。我们透过了一些访谈以及现场的观察跟研究，我们去减轻了包括这个栅栏的重量。透过把荧幕的放大，把字体的放大，或者是把一些文字的东西用图像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中高龄伙伴更容易阅读。另外，业者嘛指出，虽然中高龄的劳工体力比袂过少年人，但因情绪的稳定性较悬，伫咧团队合作上嘛较会主动关心同事，社会经验嘛较丰富，会当发挥团队精神、团结心劳，提高工作效率，对公司来讲好处真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第35届金曲奖6月29日起告，今仔日公布入选的名单。伫台语歌的部分，歌手王立久、柯富凯要过来拼台语歌王。若歌后这边有头一届出台语唱盘的原住民歌手巴乃，佮有歌手黄辉。另外，最佳台语专辑有乐团白花旗、青塘、ROE 等等，名单风格是真多元。台语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文化，然后可以有无限可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讲台语长时行，用台语创作，也有真侪少年辈加入。台语歌手左眼文发现，台语创作是愈来愈多元。喜欢台语的年龄在逐渐下降，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非为台语为母语人士的人，然后也一起加入制作台语的那个领域里面。今年金曲奖台语创作车拼精彩，第20届台语歌王洪立友，搁再挑战第35届最佳台语男歌手。独立歌手陈平以伊的第1张台语创作专辑《简单一句话》入围。林俊逸让9年推出的台语专辑《上好的一年》也入围。第31届台语歌王律师歌手苏明燕也来挑战。第32届台语歌王柯富凯这摆也无缺席。原住民歌手本来头一张台语专辑《夜婆》就可以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资深音乐人邢依玲以专辑《一路平安》入围。33届台语歌后江惠琪这摆搁再挑战。出道超过20年的黄辉也榜上有名。过去提名2摆最佳台语女歌手的蔡嘉珍这摆也搁再入围。落尾的独立歌手陈平简单一句话，独立乐团青塘海海人生，乐团白花旗加合办苏兄。本来夜婆、邢美玲一路平安、柯富凯古墓大学，拢是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入围名单。金曲奖台语歌曲先并先为摇滚乐团白花旗第一摆挑战台语歌的本来，温暖歌声唱出人生悲欢离合的苏明燕，各种曲风拢有。特别贡献奖，刘清池、郑华娟，刘老师是我们台语编曲的老大啊。
那郑华娟女士呢，应该就是从华语到新台语啦。特别讲现场分别搬互写出惜别的海花，爱拼才会赢。这歌出名台语歌的编曲家刘青池，佮有今年伫德国自开人间下过华语新台语时代的歌手书曲作家郑华娟。第35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会伫台北小巨蛋举办。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中山大学有9个学生组一个团队，合作讲卖春车。因透过课程，做伙创作一出台语戏出，要探讨敬庙信仰甲家庭纠纷。除了学生来到庙埕演出，嘛有设计侪台语走关的活动，希望大家来看戏，嘛要重视传统文化价值。迄壶仔水哦，垃圾，而且烧过物件拢有毒啊！你查某囝毋是看病，找医生较紧啦。庙埕头前真热闹，中山大学学生当咧排练，要演出宫庙文化甲家庭亲情的故事。学生为剧本讨论到演出，开一档的时间。这是学校文学院的课程，其中有福建、漳州甲马来西亚的外籍学生来参加，因拢是对台语有兴趣。除了克服语言的差异，嘛学到台语词，感觉真深刻。有一个声调的差别，特别是讲像。台语的话，有真侪日本的词汇在内底，所以一开始对我来讲，有遮词困听起来会较新，会较去了解。通过这堂课程，我也可以了解到一些跟生命有关的词汇，比如说香灰跟宝贝之类的。有9位学生组的这个团叫做“讲卖春车”，因为即马少年人较无熟悉宫庙文化，学生是实际到庙宇调查，连新尊服装嘛有讲究，希望互观众通了解台湾的宫庙，伊嘛会甲观众互动，譬如讲有约买菜、跋杯、讲叫，每啊个有台语文的关卡，互观众熟悉台语文，嘛会当开嘴讲台语。一个故事的内容是安怎进行啊？观众就会当讲，可能帮咱摆菜碗啊，还是讲帮咱跋杯啊，这拢是咱内底的内容。学生创作这出台语戏剧，也是因学习的成果。这出戏19下晡会伫高雄沙岛宫演出2场，特别选伫庙埕头前表演，就是要互大家体验过去伫庙埕看戏的感觉。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为着要推广台语，甲南英故事人协会合作，用趣味的戏出，互囡仔自然接触台语，愈讲愈认得。协会表示，今年拢总会去10间学校演出，希望未来嘛有机会去外县市，互母语继续传落去。关东爷本来出现，就要甲百姓讨钱，食东食天的行为，大家就要惊死。买酒奖钱提出自保盆来救助，才顺利化解危机。这出财神来啊，是南洋故事人协会今年度台语戏剧巡回列车戏出，剧团伫内底加入真侪俗语参舞蹈的元素，打造真正式的保育环境。大概囡仔拢真投入，哪看戏哪对咧学讲台语。做侪演员伫舞台顶表演，我感觉这出戏最好看的。希望后一届伊搁来表演。演员伫讲台语，我会学足侪台语的。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也是听无。囡仔透过即个戏剧的表演吼，伊会甘愿有一寡吼做伙联系啊吼，也是互动的部分。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啦。教育局连续3档参协会合作，甲台语戏剧带入校园，今年会去10间国中小做演出。其中剧团内底有2个信义国小的囡仔，嘛加入正做演员，用耍派台语参大家互动，因着望少年辈嘛通参与共款，甲母语捡倒转来。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互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看一寡角色你伫遐讲台语，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其实对因来讲啦吼，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目前剧团拢伫咧台南地区做巡演，伊希望未来有机会通甲剧团延伸去外县市，并且甲宝贵的爸母话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市动艺术节，逐年热人拢会安排侪活动，陪囡仔绣纸。今年拢总有买200场活动，而且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节目安排是真注重亲子同齐来参加，
嘛真适合祖孙仔做伙来欣赏。而且因也去到社区表演，希望艺术加入民众生活。请问总共有几场演出？至少那几组。查甫囡仔手提棒仔介绍今年的活动，但囡仔话讲袂清，是互台下的观众笑嗨嗨。不过虽然话语袂通，却是展现出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的主题，展出囡仔款。主办单位希望毋但囡仔，大人嘛会当做伙来佚佗，透过表演重新感受细汉时阵的心境。其中一个参与的剧团表示，考量囡仔看表演的习惯，因是特别设计互动嘛较轻松的表演方式，比如讲用乐器甲观众耍，也是无限制观众的活动空间等等。这个节目是有钢琴，有一寡乐器，这个乐器甲钢琴你拢会当去真近去看卖，去听看卖，嘛会当实在你要去对拢会当去。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表示，今年增加更较侪免费的活动，表演场所的选择嘛真多元。除了大型的表演厅、音乐厅嘛有社区，望艺术融入民众的生活中。今年呢，我们其实是扩大办理很多的免费的活动哦，包括了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呢，我们从6月29号一直到8月1号，全部都有很多角落的展览、跟角落的音乐会，然后以及角落的表演。北艺中心表示，虽然活动是号做儿童艺术节，但真侪活动是设计给亲子，也是阿公阿嬷会当带孙来做伙看的表演。台北儿童艺术节伫咧休落的时间举办，就是鼓励规家伙仔同齐参加。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日本时代的日本海军第6舰鸟手，过去有袂少用来抗油的油槽，后来经过时代改变，较完整的敢若剩3座啊。其中有一座是目前是伫咧建功国小内底，伫咧1960年代改建做教室了后，学校最近是搁再翻新，即嘛是正做多功能教室，要来活化这个历史建筑。较知影讲内底情形。今年92岁已经退休的前建功国小主任黄仁义，带大家返来到学校。主任讲，这过去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准备使用的油槽，去甲一半未ful砍挂，战争就结束，后来变成国小用地，还好再找人来继续完成建筑，用来当作教室使用。这安那拢无砍挂，因为当时啊，就是战争发生哦，所以迄段咱停起来，咱无对啊。所以无看过对遮来。长期研究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的阳明交通大学团队，最近也针对原型的大油槽进行调查，希望把过去历史故事找回来。是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地景啊，是少数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这个6燃的这个设施。那这个国小呢，其实会将保留下来这个2次大战的历史建筑，其实是非常特别的。那也是因缘际会之下，反而拆掉比较贵啊，保留比较便宜。那所以就很特色的运用下来。特点就是讲，一支梯啊，啊，搁一支换折，一支梯啊，搁一支换折，安尼做。啊，但是伊这废了哦，一做。因为我有做这建筑课吼，我知影。建功国小表示，最近学校也对建筑内部做整理，准备互大圆筒教室会当做更较多运用。后摆的时阵，这建筑要互囡仔在内底上课、上音乐，然后表演，然后各画图拢伫内底。然后我们学校也有合唱团，然后下早的时阵就互囡仔伫遮唱歌。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是保证台湾少数存落来二战时期的军事工业遗址，改造完成后变做多功能教室。还讲未来继续甲大家分享大圆筒教室过去的历史背景。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1934年，伫咧中华出世的画家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个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硕士的画家。伊出业了后，返来台湾教册，甲西洋画观念传入来台湾，嘛牵新真侪少年辈。即阵伊的创作当伫咧中华美术馆展览。一百无共技巧创作，有油画、模式，阁有绘画画，这拢是台湾本土画家陈景荣的创作。1934年出世的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位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硕士学位的画家，嘛是台湾超现实主义的大前辈。
我会晓的技术吼是足侪，因为迄阵啊足困难要出去留学，所以我去留学的是像讲按素描木炭素描啊画石膏像，这种练习个足好的吼。陈景荣1967年为东京艺大毕业，返来台湾教册。当年社会资源欠缺的年代，陈景荣阁开放画室，予学生来画图，刊升袂少少年辈。伊的学生目前也伫大学教册的陈世强教授就讲，画图这件代志，就亲像是陈景荣的性命。少年的时阵熟悉伊甲呾。看伊就是活去咧画图的世界内底。伊少年时阵一天就画10几点钟久，嘛毋知讲伊到底有去困啊，无去困啊。七分回国的是袂当出国去旅行，迄阵要戒严的时所以拢去澎湖，去这个兰屿所以咱乡土这个题材也多。今年90岁，陈景荣行过30-40个国家，为台湾、为世界，即阵也继续来创作。色水深搁沉是伊的特色，用画作表达心内所想的，互观众看到思考，嘛是陈景荣的手法之一。这寡丰富多元的作品，目前也当伫咧中华馆立美术馆展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马即个时代，大家人手拢摕一支手机啊，毋管是要翕相或者是录影，拢真方便。都有2个纪录片的导演配合文化部艺术集校的计划，用半档的时间教5间学校的学生拍纪录片，希望加上教育资源，伫咧家己的学校是愈来愈普遍。水库灌溉区，现在水已经开开啦。学生用拍纪录片方式来消化家己做船长的阿公，嘛有人记录出来是大人工课的辛苦。学生讲，因为拍纪录片的关系，互因有机会搁去认捌一寡代志。平常比较不知道我阿公工作是什么，所以想说拍纪录片可以了解多一点。使看到一寡种物件的人的辛苦，互咱遮的囡仔伫即个课程当中学着免用因的手机用专业的摄影机要来拍片来做一个小型的种电影，我感觉这是对囡仔真好的一个资源。对学生上课的导演表示，家己县市伫影像教育这方面，不管是人才、设备，拢无啥物资源。去年11月开始，透过文化部艺术日校的计划，互学生有机会接触拍影片的课程。阮就是甲这资源引来咱的嘉义县嘉义县市这5个国高中教这囡仔为头开始，免去翕纪录片。自己拍的时候，是会知道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很难去完成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到尾啊，结果互阮家己嘛足惊讶，就讲，袂歹呢，迄个因的天分迄个潜力有安尼家扭出来安尼。上课学生讲，用手机翕物件，大家拢会晓，但是要用画面来讲故事，真是无简单。希望会当继续学。导演讲，文化部的计划结束了后，因希望会当继续甲学校合作，伫地方提供相关的课程甲知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17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